所以恁既然接纳主耶稣基督，就着照安尼踮伫伊来行，已经定根伫伊，就直直受起做，对神来坚固，照恁所捌受的教示，满满感谢。咱伫线上的所有的遮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咱只是要用心灵甲真理来敬拜咱的主，也要用诗歌、组织来学习咱的主，咱搭组织。咱搭组织的你，保持前敬拜，献给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高雅的开来，因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好路，逆境好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顺境好路，逆境好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搭组织。咱搭组织的你，保持前敬拜，献给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高雅的开来，因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好路，顺境好路，逆境好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顺境好路，逆境好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咱搭出去欢喜来唱。咱搭出去的你，保持前敬拜，献给主你甲阮同在。每一日你拢想思高雅的开来，因带我行深深的山谷，顺境好路，逆境好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顺境好路，逆境好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境好路，顺境好路，逆境好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顺境好路，逆境好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顺境好路，顺境好路，逆境好路，你安排阮当定着微微差错，顺境好路，逆境好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我欢喜顺坦，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我欢喜顺坦行天路。哈利路亚！感谢主，咱的一生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主耶稣要甲咱同在。亲爱主内的兄弟姊妹，咱唔通忧愁烦恼。虽然因为这边的疫情，咱无法度来到教会来礼拜，咱却爱把握机会，将主的话语甲信息，透过网络连接，将伊传扬出去，互大人拢会当知影，主耶稣要成做咱全人类的倚靠甲帮山。基督耶稣要甲咱做伴。主耶稣因带阮的脚步，亲像点照人生的路途。无论风雨偌大，无论雨偌大，愿牺牲我心的第一行。
阮的心要变卦，靠耶稣，阮生活就归我。阮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阮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为唱出感恩的歌声。主耶稣引带阮的脚步，亲像领着人生的路途。无论风有偌大，无论雨有偌大，阮一生我心要跟伊行。伊的行，阮放在心肝内。有耶稣的人家己会知，无论人安怎看，阮的心袂变卦。靠耶稣，咱生活着归我。阮的心袂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阮的心袂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为唱出感恩的歌声。阮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有困难，伊拢嘛会知影。阮的心免着惊，祈祷耶稣来作伴，为唱出感恩的歌声，为伊唱出，为伊唱出感恩的歌声。使徒保罗有安尼教示咱讲，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时时伫圣神来祈祷，敬献伫即个为着隆重的圣徒恳求无亚神，因为即款的教示是主伊所欢喜的祭，咱就将咱的心献互主。我听见你听堂的声，因为我靠你，我在堂行的路。
对你的承受，我要对你的承受，也受敬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有摆在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事，真做你欢喜的事。真做你欢喜的事。主，阮奉你的名，三甲自执，学了敬拜。主，你是世上的光，你引带阮人生的脚步。无论风有偌大，无论雨有偌寒，你悠然引带阮行伫这个坎坷的世代，主啊，阮三甲学了敬拜，无论是伫顺境，也是伫逆境，阮拢要学习来学了你，因阮学了你大的原谅就充满，因阮感谢你伫凡事的顶面就赏赐供应，感谢主，互阮会通伫你面前。伫这个世代艰难的时，还佫会当透过线上来礼拜，这是你的恩典。啊，阮会通无论伫线上的兄弟姊妹，阮悠然用敬虔的心，伫遮来敬拜你、学了你、甲恳求你。愿主你的神即时运行充满伫逐所在，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主。主，阮奉你的名要来宣告讲，你的话就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正做阮人生的快乐；你的话就鼓舞阮会通继续面对困境来行落去。啊，阮相信你的恩典拢教育阮用，同心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弟兄兄弟，大家平安。阮这个时阵。咱要做伙伫遮来看教会消息的报告。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实体的礼拜拢暂停。咱注意个拜六的礼拜，咱对拜六暗时6点有华语的礼拜。主日的礼拜早起8点半是华语的，10点半是台语。咱拜三的祈祷会嘛改线上的这个祈祷会，所以咱虽然无来到遮，总是咱会通做伙伫遮来祈祷、来学乐、来敬拜。咱小组的聚会嘛是相款吼，咱拢改换用线上的组织。咱知影讲伫这个3级的境界已经延长到6月28，所以伫这段时间，咱悠然延长到伫这6月28吼。那伫这个中间，非必要咱无到伫教会。如果你若要将你的奉献，将你的奉献送到
教会，也是讲你会当用转校的方式伫遮来送到伫教会的即个口罩拢会使。你若来到伫教会你会当用咱的简讯10连制伫遮来登记。伫咱中间若不便来教会，咱会当透过线上的即个奉献不过伫奉献的中间，咱出于甘心乐意，也无过头造成咱个人的负担。咱有缘会当伫遮做伙来经历上帝奇妙作为，咱会通透过邮局的微博，透过咱的富邦银行的转销，也是未来咱有做遮的方式汇款了后请你会记哩，你要奉献啥物啥物人你的金额伫遮甲咱的教会过继来讲另外，咱伫青年牧区的领袖小组是伫6月26拜六暗时8点半所以请牧友的同工准备时间来参加伫线上的这领袖小组。如果若不便出席的伫线上请甲区长卢山长老来请假并确定共组有你的代理人。咱的青年嘛有一寡遮的直播的节目伫 IG 签收晚安，也是嘉亲来遮讲这伫礼拜日暗时，也是礼拜四暗时，拢有暗时的9点相关的活动的消息，你会通看咱的青年的 IG， 伊的账号是 CNGH49CNGH49一寡遮的消息你会通对顶悬伫遮来得到咱因为防疫关系所有遮的政府的一寡提醒，就是讲夏令营拢到7月底拢袂使办所以伫遮原定咱2021年的阿卡佩儿童夏令营今年用头一遍用线上的方式，要伫遮来呈现出来。所以已经有报名的遮学员会陆续伫遮来退费退你的费用请你写好遮个完整的一个资讯会通伫办理即个退费的口罩。后一张。咱线上的营会另外爱报名咱实体的营会停止，总是咱线上的营会是另外报名，所以请咱注意相关的规定。你会通看咱阿卡佩儿童品格营的粉专来掌握上新的消息。好，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即个时阵要做伙来读金句，来读2遍线上的兄弟姊妹，咱请做伙来。当兄弟结尾来讲，既若真实的，既若可敬的，既若公义的，既若清洁的，既若通听的，既若好名声的，若有啥物德行，啥物通学老，才会领着少年。腓立比书4章8节，搁一遍来。当兄弟结尾来讲，既若真实的，既若可敬的，既若公义的，既若清洁的，既若通听的，既若好名声的，若有啥物德行，啥物通学老，才会领着少年。腓立比书4章第8节。咱准备心来奉献不便来教会兄弟，你会通透过拄仔咱所报告的遮个账户伫遮来做线上奉献。奉献是甘心乐意，是出于你的对上帝感恩。咱会通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恩典。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恩典。
顶默默慈悲的阿爸地上帝，愿满心感谢你。在这疫情严重的时阵，愿会当透过无共款的方式来敬拜你，领受你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福分！愿献上深深的感谢。主啊，台湾这片土地是你首使阮徛起生活的所在，求你怜悯眷顾，伫这片土地生活的百姓。无论信的、未信的，拢平平得到主的祝福甲恩典。主啊，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赏赐我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愿当献上伫你的面前，愿主感纳，祈祷靠主圣出名求，阿门。阿门。感谢惠兰结束伫线上带咱来回应上帝恩典。这时阵，我要邀请咱线上的兄弟姊妹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腓立比人书第4章第6节到第9节。腓立比人书第4章6节到第9节，咱要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咱准备好势咱做伙来。一切无得挂虑，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盘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大兄弟啊，结尾来讲，既若真实的，既若可敬的，既若公义的，既若清洁的，既若通听的，既若好名声的，若有啥物德行，啥物通学老，才会恁着少年第9节。恁对我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拢着行伊，就赏赐平安的上帝要甲恁伫地。愿上帝话成做咱生活的帮赞，咱三甲来祈祷。主，你的话要成做阮心内的快乐，抵挡即个世上负面的想法，也互阮的心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看顾，因为一生的主你的祝福果效，拢是对心来发出。上帝，你的神来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真理，照安尼去行。阮拢诚做有福气的人，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今日要透过这段圣经，直接来讲，上帝要改造咱这个人。每一天，咱下晡2点，咱检测真侪人拢会注意讲中央这个疫情中心要直接来开记者会，今仔日到底得到的这COVID-19 是偌济人？咱所看的这是昨上新的一个数字咱拢会关注本土的有偌济即马咱搁另外去关注焦点是啥物？一天死偌济人？咱看见伫遮累积已经是411个总之咱感谢主啦这个本土的病例已经有渐渐伫遮伫来减少。总是咱想看卖即摆年假啦，年假现在政府一直伫遐来宣传讲，恁都伫厝就好啦，莫拍走啦用电话啦，用视讯啦，伫遮报平安安尼就好啦。今年端午节这5日节无法度转去安尼这今年啦，以后阁有5日节啦总是性命若无以后就无啥，就无5日节通好过安尼。所以一直咧强调，总是咱嘛看见啥，对啊，看见高速公路嘛是安尼，塞车迄个交流道等等。所以伫这中间，检测你无法度出去，你毋知会感觉郁卒袂？无输本来下晡迄个行程是要到伫平湖，已经有定好啊，总是因为这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出去啊。你的心内敢会感觉郁卒，还是感觉伫遮会操烦？伫遮咱有看伊讲，面对这个疫苗、这个证书这个疫苗咱真正欠过最近来一批
来一杯75岁以上的即个老大人会当开始自豪对6月15、16、17这3天检测你会接到里长的通知毋免排队，去到你有定的所在，你就通伫遐来种植总是咱嘛是毋是会烦恼？烦恼讲即个做落毋知有啥物款的副作用无？伫6月初3，有一位南投的妇人44岁，伊对4月就去美国即马真侪人讲去美国伫遐来种植啦伫迄中间伊种了即个辉瑞辉瑞的即个若照一般的风评是安怎真好啦上无伊的保护的防护的即个大概差不多90%以上所以真侪人若听到辉瑞就准我要来做总是无拍算伊倒转来到伫台湾的时阵伫迄个中间伫厝伫遐来防疫的时阵检验的时阵却钓着咧伊做2剂呢，应该讲就是有迄个保护。连帮忙伊来送饭送餐，伊的丈夫嘛确诊呢，嘛钓这呢。所以伫这中间，互咱知影讲，哇，你是毋是烦恼讲煮了有啥物款的副作用无？这咱开始，咱的心内就开始有即款的想法无？你的心就开始惊所以话咱看讲，迄个年轻的查某囡仔伊煮了强要带起来安尼啦。嘛有人煮了时，症状消失啦。有迄个，咱会去评估讲AZ 的即摆因为 AZ 咱较济啦，总是伊的保护的能力是较低啦，副作用较悬啦。会安尼发烧、头痛等等所以有真侪遮的人伊都无爱煮即个。AZ 的有真侪人伫遮咧期待啥物？期待讲咱国产的疫苗无论是迄个联亚的，还是高端的伫遮咱咧期待讲即个对咱来讲可能会较适合较好。但是咱嘛有看有真侪遮个负面的消息。伫迄中间讲即个你若做国产的你无法度出国啦因为伊无得到即个保护的能力，也是讲伊未来的即款的保护会通到底帮助咱偌济，咱拢毋知影。所以有真侪咱看讲真侪遮个操烦伫咱的生活中间操烦袂了即摆咱看伊伫咱要透过即段的经文要提醒咱腓立比人书第4章60到第9节，伫教导咱要怎帮助咱伫咱生活像即马你面对真侪遮会跨入操烦的时阵，要安怎？上帝话会通帮助你袂？亲像即段的圣经内底，其实腓立比人书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主题，叫做喜乐。你知影即个喜乐保罗咧讲喜乐的时阵，是伫啥物所在对，是伫监狱，伫互关监的时阵呢，是伫迄个困境的中间呢，因哪会阁喜乐会出来？敢知你伫病痛的中间，你敢喜乐会出来？你是嗨惨，还是会通伫遐，你转换一个心情，伫遮用祈祷、唱诗歌，伫遮来面对你所面对的即款的烦恼，还是病痛，还是遐个逆境所拄着的遮个事。今仔咱就是要透过这段圣经来认捌讲，上帝伊所有的这个平安，是毋是通互你？是毋是通领受上帝所有这个完全的平安？第二项，咱要来讲操练保罗咧教这腓立比的信徒，安怎伫面对迄款的服侍、面对生活的迄款的冲突，也是讲困境的时阵。好好伫遮来想，有啥物款的帮助，啥物款的困难，来互你会通过一遍来调整你的情绪、你的心情。操练咱生命中有真水的即款的思想，为什么要安尼做？咱来看讲这段圣经在提醒咱原本咱伫面对咱家己的个性，面对咱家己的情绪，面对环境所带来临界，也是咱实体。咱拢看见有真侪遮会影响咱的心思意念，
有当时咱咧骂人讲，你即个死个性拢袂改啦，是因为咱相信真侪遮个空虚的、假的想法。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直接来提醒咱，你知影有毒的思想会影响你我的心。咱做伙来读这段的经文来，因为伊的心安尼想，伊做人也安尼。伊的心若安怎想，即个人就变做啥款。意思就是讲，若有遮负面、有苦毒的想法，会互咱无法度领受上帝迄个上好的准备。你的想法会互你成做啥物款的人？箴言23章的第7节，安尼在提醒咱：如果你的思想若是负面的，若是带有迄个苦毒的思想，那安尼，你的心就会哪来哪腐败，哪来哪高达，最后就成做一个安怎？着郁卒的人、忧郁的人，也是无健康的人。伫历届的即个流行的广告，伊有一寡金句，伫遐来比赛。伫第9届迄个广告流行的金句，第一名是讲较正面就是咧卖喜饼呀，讲一定要幸福一定爱幸福第二名咧卖车的啦，讲啥？即个司机无闲嘛是一个幸福，无毋对，即个司机你若会通无闲是足幸福的。你若盈盈淡厝表示安怎？可能无收入啦第三名小可较负面淡薄咧卖手机也是迄个电信公司，伊讲啥？不该爱的趁早换无该爱你趁早换的其中其实我要讲的，其中有一句即个佳作即个佳作。伊在讲啥？伊卖咖啡啦伊讲心是人生最大的战场，讲你的心是你人生上大征战的场所无毋对即个场所会影响咱正面、负面，像拄仔讲要幸福又有一个正面的思想，对无？总是伫遮讲嘛无该爱趁早换的所以咱要去想讲，咱即摆心情是安怎你有你家己的信念，你家己的情绪，你家己的想法。每一早起，你会通起来，你来想讲我一早起来，我想的是啥物？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一早起来今仔日可能佫共款，已经要着几百个，要死20-30个以上。还是讲今仔日咱存着迄款的望，迄个思想，迄个意志会影响你我每一工。你要做的代志，你若有充满你家己想法，表示上帝无伫你的心内。所以伫遮，咱看讲迄款的思想，伫你的生命中间会种啥物，你知无？好亲像你咧种做神，你要野迄个种子的时阵你是野啥物款的种子了？圣经讲种啥物就安怎，对，收啥物。你袂讲种卜仔生菜瓜嘛？你种卜仔就生卜仔嘛，你种迄个无好的，你种苦瓜你就生苦瓜啦。所以伫遮咱看讲，如果咱的思想若是负面，你种的就是悲观的迄款的种。迄个悲观的种，通常会安怎？会影响你我伫迄个成长期的时阵，会产生迄个负面。咱来看最近咱欠遮的疫苗对无？是啊，咱一直在等牧师嘛咧期待讲国产的赶紧出来我去甲了解，国产的连阿的头家是基督徒我昨咧看伊受采访的时阵，因有真严格的迄款的一个试验。所以伫这中间，真侪人，咱70%以上的咱的同胞拢咧等待呢。如果若国产的你要做有大概70%以上人讲我袂。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最近的新闻咧报啥？哇！这国产的安尼甲 A 字比较起来，差几倍？差7-8倍呢？迄后壁是毋是咧炒股票啦？迄有真侪遮医学，也是遮医生讲迄无法度得到即个国际认证，伊无法度
对付这个变种的病毒。所以有真侪遮个悲观的想法，就伫咧中间来产生。即马国产要拼6月还是7月，互咱的百姓会通伫遮来种植，总是有真侪遮个悲观的，伊无法度啦，也是讲这背后拢有迄个剧本写好好的啦。其实伊无够迄款的气力，所以兄弟姊妹，咱看有真侪遮个咱面对咱性命，咱面对有真侪遮个负面的思想。然后有真侪遮个想法哦，所以伫过去嘛有真侪遮讲来点负能量吧，来一寡遮个负面的即款的能量，因为咱感觉每一工拢是正面的，但是咱无法度达到啊，要安怎？所以来一寡遮个负面的思想。毋是讲拢歹啦，就讲这个负面的来，要互你去看讲，你逐早起来时，这个负面的是影响你，影响偌济。所以伫遮接纳家己迄个无完全，较要紧，毋是停伫这个所在哦。你负面的来讲我无够好，我无够才调，那安尼你要安怎？毋是干那停伫遮，然后怎啊哀怨？较要紧，然后呢？然后要安怎？其实就是要帮助你向前，你知影你无够，对无？所以你着爱拍拼，你爱去学习啊。即马咱有足侪时间，有真侪线上的学习，会通互你斜杠人生，你知无？所以你若学无共款的像牧师就会针对营养要安怎食较健康，所以我有开一寡时间去了解、去看册、去看遮个专家伊的讲法、伊的做法。所以伫遮来帮助你我吼，所以咱要怎做啥物款的人，你着爱努力，你着爱伫迄个中间安怎赢过遮个悲观的思想。若无你着一直伫迄个所在，你无法度进步。第二，咱要来看讲，咱是毋是遮个悲观的经济压力，你一直甲压啥物？压即个忧愁、看路的即款的养分伫你的中间。焦虑吼，就是讲这焦虑，也是讲看路。看路是透过咱生活中间迄个环境行行，然后咱伫遐来烦恼所表现出来。耶稣其实伊伫即个马可福音书第4章遐用一个比喻，就是讲好土甲歹土。即个好地甲歹土地，平平伫遐也种子，伊伫遐所生长。伫遐所得到的无相款哦。咱看4种的图，也伫迄个路边的飞鸟伫遮来加去，也伫迄个石架地哦，因为有真侪石头，所以伊的成长嘛，因为遮石头的塌盖，所以互伊无法度有真好的成长。另外，也伫迄个刺皮，就是当伊要生长起来的时阵，咱看见迄个刺皮就伫迄中间甲缩白掉的，互伊无法度伫遐来大长起来，伊就无法度伫遮来结迄个果子。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你若是也伫好的土内底，你就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哦。若是也伫迄个无好的意思，就讲你的种子也伫迄个无好的土地。也伫迄个无好的你的心的残地的时阵，那安尼就会影响你所展现出来、你所领受的即个结果。检测就是较无好的、较负面的。伫即个时间，咱看讲要做关怀真无容易，可能爱透过即个线上的聚会，也是电话联络、视讯等等吼。有当时即小组长。检测伊要进一步伫遮来关怀时阵，我毋知要讲啥，过去都较无时间伫遐来关心，总是即马毋知要讲啥物吼。对方毋知感觉讲我遐久无甲联络，你即马敲电话是啥物款的意思等等。所以有真侪遮负面的想法。其实即马的少年人嘛有真侪遮无共款负面的想法，常常咧讲脑补啦。我本来听无，我去甲了解者哦。就是讲，伊会去应用伊家己负面的即款的情绪、迄款的经验。伊伫平常时即工作的压力了后，伊会互伊产生一寡遮个错觉迄个认知。所以伫遮平常时迄个
脑内补丸啦吼，他们脑补就脑内补丸啦。常常就是讲，互伊想法内底一寡遮负面的遐邪恶的情节吼，伫遮来展现出来吼。我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讲，伊感觉讲出去吼，路拢是歹人安尼啊。迄就是较负面的一寡遮的思想吼。所以当咱的想法、脑遐负面的思想伫遐，甲你压掉的，是讲伫遐啦，甲你影响的时阵吼，你就无法度结出好的果子。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就世间的挂虑、钱财的白血，甲万米的私欲入来，惹皮迄个道理就无结实。所以咱有看见兄弟姊妹，你若种啥物？你就受啥物？看你种伫啥物所在，迄个所在是毋是影响？你若伫一个真水的土，你的期待结实真多。总是若伫迄个石碣地，因为我嘛捌种过物件，我相信真多兄弟姊妹，你种无共款的作物，你着爱努力，你爱排除迄款的环境，遐石碣地、树皮、杂草，你着爱安怎？你着爱去甲清理啊，爱去甲洁净。昨早起有听迄个古伦神父伊伫线上伫遐伫分享的时阵，伊咧讲一句话，就是讲，伊早起来吼，伊拢爱去想讲，我的情绪内底有遐歹啊无，甲整理出来，然后要哪透过早祷，透过像咱早起拢有安怎？还有拍的是迄个迦南之声在家会主对无？伫遐来帮助你来清咧，即个无好的对无？无好的就甲清掉、甲除掉安尼。好，亲像咱咧摒扫厝内相款即个无好的垃圾的，你着爱安怎？甲清理掉、甲扫掉，安尼内底才会清气嘛。咱有当时咱的思想会互即个看虑。即摆开放75岁以上的，即个老大人去住，毋知安怎卖？毋知有啥物款的副作用无？咱姊妹有真侪遮的，咱一直压遮的啥物？压遮的负面的看虑、忧愁、烦恼。第三项就是咱看讲，迄个苦痛若入伫渗透，就讲入伫咱的思想内底，若安尼，咱就害啊！真正害啊！咱每一个家庭拢有电脑，对毋对？有吼。即摆若无电脑，会感觉足奇怪，对无？电脑来安装遐个一寡遮个程式、遮个程式了后，有一项爱安装是啥物？爱安装啥？你爱防止你的硬碟中毒啊，所以你就会安装啥物？对，你若要防止你的电脑中毒你就爱有即个 PC Screen， 也是讲有一寡遮个防止中毒的即款的程式，因为遮个毒。会用无共款的不满的方式，也是用怨毒来污染咱的心思。其实伫这电脑嘛是相款电脑中间咱看讲，伫遮咱做来先来读者逐人着省察家己的所行，就有通看口会在伫本身，无在伫别人，无伫家己错误，上帝袂侮慢得，因为人所野的是啥物？伊也要受迄号所以咱看讲伫遮咱要活出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亲像迄个电脑电脑中毒你就无法度伫遐来执行你要做的遮个物件所以姊妹，咱来看讲，咱若要伫迄中间来活出搁较精彩，咱就要除掉遮个论断批评，这就是。保罗伊伫伊的书信内底常常在提醒咱，为虾米？伊甲即个破坏物件放入伫咱的生活中间，伊就会开始影响。好亲像一篮苹果有一粒烂去的时阵，你若无甲剪掉，伊就会慢慢去影响，慢慢去拖，对无？去拖咱中间的迄款好的遮个果子所以咱看拄遐个例国产的要出来，咱的期待总是有人就是安怎，伫遐论断批评讲这作歹你资料无啥物效果，然后资料袂当出国
出国咱无爱互你出去，等等遮有遮负面的思想，所以咱着爱保守咱的心安怎赢过保守一切。咱尽力来保守，其实心是袂思想啊。其实若照医学来讲，是咱的脑部的思想，总是圣经常常用这个心来代替咱的整个人整个人伫遐所有的想法吼。所以活了真精彩，咱就会通伫遮来防止安怎？防止这个病毒伫遮来破坏。这个我咧找这个啦，这个电脑就是讲咱的有要处理真侪这物件代志哦。咱的脑部嘛是相款对无？上帝互咱会当伫遐接收无共款的灵界，咱接受圣神，咱就得到圣神来一寡想法意念。咱若接受到邪灵，你无好，你无路用，你无才调，所以迄个就会影响咱的情绪。这段时间，牧师团队一直在讲啥物？讲这个情绪的问题，怨妒会抵到害死人，等等遮。所以今仔日咱要处理的，这个负面，这个看路，保罗嘛在提醒咱，要安怎无看路啦。所以咱就爱安装啥物？安装迄个防止病毒来影响咱的迄款的程式。若照咱的信仰来讲，啥物是要防止咱的心内中毒，咱的情绪中毒迄个程式咧，迄个程式要安怎伫遮来帮助咱？咱来通对保罗伊伫遐教哥林多教会的这信徒伫遮有啥物款的即款的方式策略，咱做伙来读来。因为阮交战的器具毋是属伫肉体，是伫上帝的面前有气力够业，通来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寨。既然这个计谋以及隆重悬悬的米，所举起来阻挡人捌上帝，愿拢毁坏伊，将隆重的念头掠来，互伊顺服基督。保罗伫遮伫甲咱教一个策略啦，这个策略就是要安怎将这负面的迄个魔鬼撒旦的营寨，要安怎伫遮来攻破？亲像咱生气，咱就将一块土地交互伊，咱怨妒，然后咱讲白出，将上帝互咱的迄款的土地一块，所以交互魔鬼哦。所以咱讲生气，却毋通犯罪，毋通安怎生气到日落。毋通互魔鬼安怎留地步啦？迄个土地留互伊，兄弟姊妹对，所以伫遮要帮助咱安怎伫遮来攻破，伫遮甲迄款的根污掉、清掉。来，咱做伙来看伫遮咱脑海中信主了，嘛是有一寡遮旧的思想总是当咱信主了后。圣神要伫咱的心内来帮助咱，伫咱毋知要怎祈祷的时，用讲袂出的吐气来替咱求，伊也求上帝的即款的真理会通入伫你我的心内。所以当咱看圣经的时阵，就将这个上帝的话，亲像以弗所人书第6章遐讲，用迄个啥物？对，全副的战甲，对，全副的军装，全副的战甲，救恩做头盔，对吧？公义做护心镜，真理做腰带，脚穿平安的福音做鞋，信心做盾牌，上帝话就这样做啥物？圣神的宝剑会当讲，嘛会当守。对，兄弟姊妹，来咱做来看有啥物款会通帮助咱灵医的啥物意思？就是创世纪第1章内底啦第1章、第2章拢会讲到上帝的创造。伫上帝话内底，咱做来读来，上帝看伊一切所做的，看真好，有下远有早起，是第6日。伫创世纪的第1章内底，也是讲伫第2章内底，上帝创造这个世上万物，拢看做好。总是其中咧创造人讲搁较好。所以上帝看咱是好的，你看你家己是好歹？好但是有的人早起来看行哎呀，我哪会生甲遐抱歉？我哪会生甲甲人比较，开始比较，你知无？兄弟姊妹，有真侪这人是安尼，我哪会较属意啦？
伊哪会晓读册？伊哪会钱趁比我较济？兄弟姊妹，不管你是啥物款的人，上帝拢看你做啥？对，真好，兄弟姊妹。所以伫遮，咱看讲，上帝藏伫咱的意念内底，包括永活哦。传道书内底讲，上帝早就将迄个永活藏伫咱的内底。啊，咱来想看觅，当你若有上帝的想法、上帝的思想的时阵，你就有迄个信实、喜乐、温柔、迄个圣神的果子，就要充满伫你的心上。你需要和睦的时阵，上帝话就进入。你无够有迄款疼，上帝忍耐就充满伫你的中间。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你会通伫遮接受啥物？迄个线路接受的是上帝的话，还是人的话？还是这世代环境所带来负面的？对迄个权威的人所讲的话，互你惊吓，互你无爽快。是对这个文化、对这个环境来，你所接受的系统就会影响到你的心情。所以拄啊，咱看迄个图，迄个红啊，迄个人的图。如果一旦你若有负面的思想入去，上帝灵无伫你内底，圣神带袂掉。总是你若邀请伊伫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内底来帮助你，你会通互上帝话来抵挡遐负面的想法，无效啦。无可能啦，总是圣经讲上帝无恶正的事嘛，是毋是？迄个节制，我感觉这段时间吼，有真侪人可能无法度出外吼，所以宅在家安怎网购，我嘛做爱买，你知道？兄弟姊妹，买你有需要的，啊若无需要，就是无节制。伫迄中间，互咱的生命感觉所接受的是正面的，要安怎来？1922，你若感觉你的身躯无对同，敲即个电话，我的状况是安怎？我有对啊，无对。所以1922即个专线是要帮助咱，互咱更较了解讲我的身躯的状况。圣经内底嘛帮助讲，咱要安怎伫遮来找救？你行对？也是毋对的路，行伫迄款的大条路，也是迄条细条，总是透到永远呢。上帝话伫遮来帮助咱，亲像保罗伫遮咧提醒咱做伙来读来，一切无得挂虑，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啊。而且后壁就带来啥物？带来迄个平安的意念伫咱中间。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7节到第8节做伙来，因为上帝所赏赐咱的，毋是惊吓的心神，就是关灵、仁爱、守己的心神。所以，甲咱的主做干净，无得掠做见笑，也无得掠我做主的受犯来见笑。就照上帝关灵，为着福音三甲受苦。这是保罗，伊伫迄个受关押的中间，伊犹原会当透过这批示，伫遮来见证主的关灵，然后去鼓励这个信仰的后辈提摩太，帮助伊会当伫迄中间无感觉伊为着上帝来受关押来见笑，反倒转去安怎，搁较向前。互伊所做的是要荣耀上帝，那用人的想法检测这是负面的。伫这中间，上帝提供讲祈祷、恳求，对无？甲感谢。所以伫这段期间，你嘛会当用这款的方式祈祷。你要求啥物？你要感谢啥物？兄弟姊妹，你感谢上帝，透早起来，我阁会当大大喘气啊！感谢主有这个喙安，因进前你去旧年拄啊开始抢喙安，抢无啦。所以上帝互台湾真正有这个真好的资源，伫迄中间真要紧，因为咱家己会影响别人。所以你是用负面的，你就会影响负面的互人。总是这个时间就是上爱团结，爱团结啦。所以上帝话帮助咱讲，你会当透过安尼2、3人的祈祷、三甲组织、学乐敬拜，就安怎？对，上帝就伫咱的中间，2、3个人安怎？
无违反这个防疫的规定哦。啊，若超过4个、5个，就安怎，就爱犯法咯吼。所以出来爱挂嘴暗，等等这个，咱若遵守这个防疫的命令，咱就袂受到损害。同款的意思，咱的心内相款，上帝提供互咱有这个策略、这个方法，你安怎透过这个管道，早起来，你听迦南之声，牧师团队拢爱录音。拢爱录音啦吼，伫迄中间呢，透过准备，然后透过这个上帝话，伫遮来整理咱心思意念，遐无清气的、遐无好的安怎影响你、毒害你的，甲除掉。上帝话诚做你脚前顶路上的光，上帝的话会互人的心是安怎？对，活起来。所以咱看讲上帝话嘛，甲咱讲，约翰福音3:16是啥意思？3章16节，3章16节啊，就是咧保护咱，检测拄到迄个死亡的时阵，嘛是继续来保护你，咱做下读来。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既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疼世间到安尼，你看，互咱知影即句话，认捌即位上帝，疼你疼甲愿意将迄个独生唯一的。为着你来付上代价，你捌看过迄个绑票通缉令无？伊愿意付上迄个代价，是将咱对魔鬼撒旦手头，甲咱赎回转来。所以迄个挽回也是赎罪者，伫遮来为着咱来付上，伫遮来赎回。兄弟姊妹，咱看讲，这个就是亲像保罗所讲的，当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救恩，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是物价救恩哪有可能？这是伫当时因所想的讲迄个愚妄的道理，总是上帝可用即款的人感觉愚妄的道理，要来拯救人，敢毋是安尼？所以伫遮，互咱透过保罗。伊伫遮所教导的，互咱面对即摆疫情，你有啥物款的想法？如果你若轻度这个负面的，有当时同工咧讲，我讲咱毋通一直遐尼悲观。上帝透过牧者团队咧安排这个讲道的主题内容，到伫6月28，阮一直咧祈祷讲上帝来清气神干净。上帝来帮助咱，互咱透过咱的心思意念宣告正面的。保罗讲，迄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你若接受上帝的思想，你就通去注意你身上所有的这行为，你通斟酌警醒。所以上帝要互咱的，即马亲像咱疫苗一直出来，甚至会通成做咱的保护有限啊。要爱搁加上上帝互咱的心理内在，即款的想法，才会通保护咱，亲像上帝保护咱100%安尼。伊互咱有永远的一个应允，所以上帝要互咱的，毋是降灾的，咱做来读来。耶和华讲，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赏赐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祸，要互恁尾境有毋望。互咱的尾后有毋望，这是上帝伊原底伊的想法咯。上帝要透过这疫情来改变咱、清气咱这个世界，敢毋是吗？那连家你也看卖啊，大家拢装喙，然后破坏，然后污染、垃圾，山顶也好，海边也好，总是即回你要看上帝透过这疫情，互全世界拢安怎，这环境得到清气。嘛开始在清理咱的心的内在，遐有的垃圾。最后，上帝要透过伊的管道，一三一四，什么意思？对，一生一世啦吼。这个数字其实拢有背后人所用出来，有遐背后的意义，总是咱要用伫上帝中间啊，人的中间讲一生一世我爱你，有可能无？无啥可能。如果若是踮伫耶稣基督内底，才有可能，你知无？所以一世人要来思想上帝，检测是面对迄个苦难，
检查是你产生有遐负面的遐想法。上帝话拢会通帮助你，亲像保罗伫迄个受关甲，伊也可会通写出喜乐的即个批示。常常喜乐，常常祈祷，凡事感谢。这是保罗伫遮提醒咱讲，伫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所定着的心意。所以伊透过遮来讲，你若有啥物可敬的、公义的，这就是较正面要安怎帮助咱。你无，你就去做。你若做出来时，上帝就开始咧清除你心思意念一寡遮负面的思想，就上帝所想述的平安要甲你三甲地底。这是透过这段的圣经讲，赐平安的上帝就要甲你三甲地底。伫你苦难的时阵，咱来看一段短短影片，激励你我的心。一位牧师，咱讲屋漏偏逢连夜雨，本身得迄灵癌末期啊呢，搁得这个啥 COVID-19， 真正讲人咧说政府啊生菜瓜，总是以什么款的想法？咱再来看这段影片。新冠疫情本土病例连续几天破百，许多人身边开始有亲友被匡列，甚至染病，每天的生活似乎笼罩着一层阴影。但是，当癌症末期的病人又染上新冠肺炎，却还能好转的真实案例传来，却是大为鼓舞人心的好消息。郭 TV 讲到节目讲员，美国国际祷告殿大学中文部主任祭司尼寇牧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其实圣经的确有一个时间表。他在2020年走过死荫幽谷，台湾现在正经历防疫3级警戒。他以自身的经验鼓励大家不要惧怕，要相信上帝掌权。一吃一喝就开始吐，然后所有的嗅觉，smell 嗅觉跟那个味觉吃东西都没有感觉味道，因为我是个非常爱吃的人，但是就在那段时间，所有这些感官都没有了。祭司2018年罹患乳癌，病情日益恶化，隔年癌细胞就扩散到肝脏、骨盆，进入了癌症末期。然而，就在2020年10月，又被确诊了新冠肺炎。我并没有很害怕，说真的就觉得碰上了，因为我已经是面对癌症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当时是4期的癌症，就是说已经蛮严重了，我的整个癌细胞是已经扩散到身体的5个器官了，在又被这个新冠又在被一击的时候，好像没有，我真的是其实好像没有增加一个困难度。回想起2年多来罹癌的历程，多次心情曾因医师的宣告而跌到谷底，感到无助的祭司反而因着家人、弟兄姐妹的鼓励，以及不断的和神祷告，了解上帝才是做决定的神。我觉得就是做自己该做的本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能被惧怕吞噬掉。我就发现很多周遭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我也有朋友他是得新冠，但是我就发现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他也没有死，但是到现在他提到新冠，他都那个叫做心有余悸，他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很可怕，所以那个之后呢，他就不敢去人群。短短2周，祭司的新冠肺炎就康复了，但随即就进入与肝癌末期腹积水的对抗当中，生命似乎要走到尽头，但是祭司在祷告里仍然有永恒的盼望。我觉得如果神要把我接走，好的无比，我可以与这位主，我日夜所读到，我所分享的，我所讲到所分享的这一位，我如果能够与他面对面，好的无比，我就开心的不得了。祭司的病情在今年3月突然反转，癌症指数以及身体的不适奇迹式的好转，消息在所有认识他的基督徒及教会中传开，带给人极大的鼓励。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最后的 final say， 最终的决定权不是在医生的手上，真的是在那个创造主的手上，真的是在那位掌管生命的主的手上。所以你跟他对齐的时候，那是首要的一件事情。真的，这个时候是我觉得是台湾的基督徒最好起来兴起发光的时候。当周围的人都很惧怕的时候，为什么你这么喜乐？为什么你也跟我们一样要被关在家里了？你这跟我们一样要这么多的不方便了？
为什么你能够喜乐？为什么你有不同的看法？ This is a perfect time. 祭司见证了上帝是赐平安的神，在爱里没有惧怕，是基督徒需要抓住的核心。以上是 GoTV 新闻中心美国连线报道。咱看见这位技术牧师，伊安怎伫家己面对即款的苦难，伫迄个逆境的中间，兄弟姊妹，伊还佫会人讲出讲啊呐，检查若死，会通甲主相甲同在是不知较好。啊，这啥物人讲的？保罗啦，对啦。所以你要看上帝话来正义伫咱的思想内底，就会通伫遐来转换，面对迄个顺境，咱嘛会通学乐；伫迄个逆境的时阵，嘛会通学乐。这就是在改换你我心智的变化。咱做来读这段圣经讲，无得甲这世间相款，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无毋对，就是改变你的心思，去renew，去更新。我最爱这段的圣经，因为这是通帮助咱，亲像电脑共款、手机啊共款，不是要叫你安怎。爱叫你更新迄个程式，就是互你会通更较好。总是人的方法想法有限，所以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亲像即个牧师相款，伊伫迄个面对苦难，讲啊，这厝咧漏水啊，啊，佫有安怎，规暝咧落雨，雨落偏逢连夜雨。总是伊的心态一转换，你看。迄个好的细胞就勇行伊，互伊会通伫遮定心起来，伫遮来经历上帝医治。兄弟姊妹，接受耶稣基督了后，上帝心伫咱内底。虽然还佫有一寡遮旧的信念思想，总是你知影无？耶稣已经将圣神赏赐你我，帮助你我会通有上帝的想法。上帝的想法就会通帮助咱开始去更新、去修复、去恢复，比新的佫较好。我要邀请咱做伙用这段圣经做伙起立，来伫遮搁一遍来宣告，做伙来，一切无得挂虑，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的面前啊！兄弟姊妹，你知影无？上帝的想法就要真做你的，当上帝的想法正义到你的思想，所以你会通讲。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啊！当你安尼做的时候，咱来讲一遍来，主耶稣，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无毋对，当你的思想有耶稣做主的时候，上帝美好的作为就要伫耶稣基督内底来赏赐予咱。最后一个就是讲，当上帝将这个想法意念放伫你的想法内底，那安尼呢？你就会通伫你的生活中间，证出耶稣基督好的见证。我要邀请咱做伙起立，咱们来用这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上帝恩典。咱做伙起立，伫遐拍鼓来。咱踏出一对里面，无做正经吧，圣的就有甲阮同在。受赐高雅的归来，你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恶路，逆境恶路，你安排阮当定着月月错过，顺境恶路，逆境恶路，我欢喜顺坦。对头来，咱踏出一滴你无做正经吧，圣耶稣你甲我同在，每一日你拢受赐高雅的归来，你带我行信心的山谷，顺境恶路。恶路，你安排阮当着月月擦出，顺境恶路，逆境恶路，我欢喜顺坦行的路。兄弟姊妹，你
代志也无，有影响你的思想。一早起来，你就讲哇，遐个歹的负面的思想，拢充满伫你的脑海内。我要邀请咱这个时阵先来祈祷了后，咱搁要唱这首诗歌，伫咧帮衬咱吼。咱开声来祈祷，讲主啊，我将这个无好、这个负面思想交互你。你若有想到，讲主啊，我交互你。咱开声来祈祷。阿利路亚，主阮奉你名，我来使阮好主正。你的话是真做咧清去阮心内这个负面思想的一个困难。你的话真做阮对付这个邪恶的念头、这个负面的念头、这个无好的念头，这个武器。阮上帝，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伫遮来清理。透早起来，阮就思想上帝你的话，而且会清理阮心中这个有的垃圾，这个无属上帝的思想，拢帮助阮伫遐除去。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对耶稣的圣名，阿免。咱搁一遍对头来吼，用这首歌来，咱做来学落来敬拜来。咱踏出一滴里，负责去敬拜，来较简单吧来。爸爸将一切荣耀归咱的主，哈利路亚！咱做来祈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主啊，阮感谢你，伫即马这个逆境的中间，阮要来学乐你。当阮学乐敬拜的时阵，你的权能、你的快乐、你的供应、你的医治，主你的恩赐就伫阮的中间。你要命令所有的这个资源，为着阮来效力，为着阮来付出。主啊，阮相信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是听阮信实公义慈爱的上帝。你无去杀阮，你用独生圣子耶稣，成做阮赎回者，互阮伫十字架的救恩内底，阮通伫遮勇敢来面对阮人生的道路。我嘛会通伫遮有永远的望。感谢主，你来更新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清楚知影什么是上帝你善良、顺全、通欢喜的心意。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透过今仔日的礼拜，透过上帝的话，伫遮来更新阮的心思意念。阮要搁一遍邀请你做阮思想、感情医治阮身躯，甲阮灵的主。但愿救主耶稣基督，你赢过死无关系，你也帮助阮清除遐撒旦来的无属上帝的意念。天父上帝，继续用你的听伫遮来包围阮，互阮会通抵挡这个世上的这个逆境所带来的攻击。也是这个忧闷。主圣神，你的神伫倒位，倒位就要得到自由。
愿你享受自由的神伫阮中间，互阮心心灵得到自由，灵魂体得到兴盛。阮同心伫你面前爱恳求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那你即摆请坐，请咱面倒。咱今日线上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所你一礼拜拢充满上帝恩典教育，咱后礼拜搁再见面，上帝所恁。